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史蒂芬。今日要同大家講下咧，其他人係唔會話俾你知嘅人際關係50條。搞明白咗之後咧，真係可以少走10年彎路啊！首先我哋講下就係太得閒嘅男人咧，千祈唔好深交，因為佢如果唔係撈偏門咧，多數都係一個敗家仔。而太忙嘅女人咧，都唔好隨便去撩喎。一係佢就身家豐厚，一係咧就已經受過好多嘅傷害㗎啦。呢50條人際真相，學校老師唔會教，老豆老母未必識，咁識嘅人咧，亦都唔會輕易話俾你知。如果搞明白晒嘅話咧，你就係人際關係嘅高手啦。第一就係求人辦事咧，就算關係再好，都一定要俾人咧攞翻少少着數。第二，唔好將秘密話俾好朋友聽，因為好朋友佢自己都有佢嘅好朋友噶嘛。最重要嘅保護自己嘅方法就係唔好高估自己喺人哋心中嘅位置。第三，冇收拾殘局嘅能力咧，就唔好隨便咁樣去放縱自己嘅情緒啦。第四，寧願詐傻扮懵都唔好自作聰明，寧願扮窮啊都唔好嘥命。第五，多啲改變自己，少啲改變人哋。成年人嘅社交咧就係只篩選唔教育。第六，短期交往咧睇塊面就得㗎啦，長期交往要睇佢嘅性格。咁一生交往咧一定要睇人品。第七，第一眼你睇到佢就覺得好乞人憎嘅咁嘅閪路咧，就冇必要再靠近，盡量遠離佢哋。第八，反過面嘅人啊，無論親戚定係朋友都翻唔到轉頭㗎啦。第九，永遠唔好俾任何人喺你嗰度免費得到嘢，因為免費嘅嘢通常都唔會俾人珍惜。第十，救急唔救窮，幫蠢就唔幫懶。11，人一生咧最靠得住嘅得2樣嘢，一係就係嗰個健康嘅身體，另外一樣咧係揾錢嘅能力。12，遇到好人咧就先結婚，遇到貴人咧就先創業。求人辦事就要識得以禮開路，煙就搭橋，酒就鋪路，茶就通關。關係到位啦，做事自然就水到渠成啦。13，同領導單獨相處嘅時候咧，多啲聽少啲講，呢個叫做謹慎。同事向你抱怨嘅時候咧，你淨係附和佢就 OK 噶啦，千祈咪表態喎，呢個叫做明智。14，買嘢千祈唔好揾熟人啊，因為越熟咧就越揾你笨實。15，揾老婆咧唔好揀嗰啲太靚嘅，因為你冇實力就好易俾人哋叫走噶啦。結婚之前一定要睇清楚對方個老豆老母嘅人品，佢老豆老母乜嘢樣，仔女咧大概都係咁嘅樣。16，同陌生人交流咧盡量都打字，唔好發語音。17，冇通知你嘅事一來就當唔知，冇請你嘅飯局一來唔好去。多年唔聯絡嘅人突然間發信息俾你咧，你當睇唔到。唔使理佢，唔使覆佢。18，唔好因為一時嘅投契投緣就輕易爆晒自己嘅所有底牌，因為個嘴唔打開嘅魚咧係最唔容易俾人釣走嘅。19，盡量唔好俾人知道你嘅狀態，無論好定係壞。好嘅有人會妒忌，壞咧有人會笑交你。親戚問你工資，一律答啱啱夠生活。同事問你咧，你就答同你差唔多。人有千面，心有千變啊！知道嘅嘢唔好講晒，聽到嘅嘢唔好盡信。20，形象一定要行喺你嘅能力嘅面前啊！如果唔係，你嘅能力好容易俾人低估。21，遠離1000蚊都要問你借嘅人啊！呢啲咧只係你嘅負累。22，冷漠可以慳翻80%嘅麻煩喎。無論乜嘢關係，如果俾唔到你情緒價值，又幫唔到你經濟價值，仲帶唔到長期嘅成長價值嘅話咧，捨棄先至係最叻仔嘅。23，一個人千祈唔好行入嗰啲封閉嘅空間啊，多事嘅地方要遠離，唔好去圍觀。24，唔好打嗰啲落水狗，亦都唔好隨便指責一個已經認錯嘅人，否則的話佢會變成你人生嘅定時炸彈。25，避免同人哋正面衝突，江湖路遠，隨時都有可能再見。你依家撕破臉撕得幾痛，第日求人就有幾卑微。對待唔中意甚至傷害過你嘅人，反擊都要不動聲色。成年嘅世界心知肚明，都唔可以當場反面。26，運氣唔好咧就少講嘢，開口必出事。人唔順咧就唔好做嘢，做親都會衰。27，帶住答案問你問題嘅人，佢要嘅唔係答案，而係要你嘅把柄。28，揀你毛病嘅人咧，只係想立威，
唔係覺得你真係有問題，你唔使太過在意。29，永遠唔好去惹嗰啲嫌棄你嘅人。30，唔好同唔重要嘅人計較重要嘅事。31，做人咧唔可以太多朋友啊，因為朋友有時候咧會做嗰啲同敵人一樣嘅事。32，想同周圍嘅人搞好關係咧，就永遠唔好隨便分享自己嘅成功同埋喜悅，尤其係開心嘅嘢，特別係對嗰啲啱啱識嘅人，唔好太過熱情。你越熱情，人哋就會越睇你唔起。人哋可以自嘲，但係你千祈唔好隨便附和。33，就算你幾善良，當你冇價值嘅時候，就算你溫柔到好似隻貓咁，人哋都會嫌棄你甩毛。34，社會嘅本質就係人食人，你冇本事，邊個嚟都會恰你，包括你嘅老豆老母。35，人性最大嘅問題就係唔識感恩，仲要恩將仇報，切記唔好隨便對人哋咁好，亦都唔會輕易咁樣幫人，保護自己先至係第一位。36啊，呢個世界咧係冇對錯，只有強同埋弱。你弱咧就俾人恰，連狗都可以嚟咬你。37，一切關係咧其實都係利益，利益喺邊，人心就喺邊。依賴任何人就等於自殺。你要明白，大樹底下就無大草啊！幫你遮風擋雨嘅，同樣可以令到你不見天日。38，學識靜雞雞咁樣發達。人性咧就係佢恨你有，笑你無，嫌你窮又驚你富。39，令所有人低頭嘅係你嘅實力同埋金錢，而唔係你嘅人品。40，最高級嘅拿捏就係完全唔 care 佢。41，控制自己嘅行為，唔好激嬲人，亦都唔好做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。42啊，識做人嘅就賺大錢，識做事嘅就賺少錢。要喺生意場上附加友誼咧，千祈唔好喺友誼場上咧附加生意。43，唔好隨便幫人哋出主意，成功咧你未必有份，但係衰咗你一定有錯。44，唔好輕易咧替人做擔保啊！擔保咧就係幫人哋去孭呢個風險，大概率你會揦屎上身。45，喺個酒台上面咧少飲少講，因為言多必失。過量飲酒唔單止傷身，而且仲會壞事，暴露你嘅底牌。46，唔好隨便參與人哋嘅私隱討論，因為遲早咧會傳到人哋嘅耳仔嗰度，呢個係製造矛盾嘅根源。47，人哋請客咧，你一定要回禮，禮尚往來係維持關係嘅基本。單向付出好難長久。48，唔好高估任何血緣關係，有啲親戚咧，只係你風光嘅時候黐埋嚟，你兜踎嘅時候佢走得更遠。49，唔好喺白紙上面簽名，永遠唔好簽，你嘅簽名好貴，代價亦都可能好高啊！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你覺得有收穫嘅話，俾翻個讚同埋訂閱啦。我係史蒂芬，下次再見。